千年之后，有2条灵蛇，金芒和莫曼，她们一起修行，互称姐妹。金芒希望到人间寻找真爱，偷了师傅的法器红绳，带着妹妹莫曼，偷偷潜入了人间，只为找那命中注定的有缘人。你要真想游，那也不是不行。鬼啊！莫曼，别！姐姐，不准伤人，不准使用法术，惊动了捉妖师，我们都得死了。姐姐。你的有缘人真的在这儿吗？我循着红绳一路追到这儿，红绳到这儿就停了，有缘人一定在附近。我真搞不懂，你为什么非要找有缘人呢？你不懂，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真爱。如果能感受到情爱的感觉，连死都值了。那如果那个人出现的话，我就给你抓过来。真爱不是强求来的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伪装成这个学校的学生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好。抓住！3个8。新来的，我叫罗立达，这个学校归我管，认识一下。怎么？姐姐，我感觉这个学校里都没有好人，
你确定你的有缘人真的在这儿吗？红蛇是不会骗我的。莫曼，你怎么在游泳馆里画画呀？外面太吵了。你的画里怎么没有人呢？我觉得吧，你这画里面如果多个人，会更好。你没事吧？快扶我一下！你怎么了？我游泳。别怕，别怕，这是浅水区。潜水区。我叫金芒，你叫什么呀？季江宁，新来的美术画师。我当你画里的模特，你要我吗？你答应了，那明天这个时候，我等你。好，明天我一定来。同学，你干嘛呀？你喜欢我姐姐吗？你要我姐姐吗？你姐姐是谁啊？金毛，我是莫问，我姐姐已经认定你就是她的真爱。哎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我们两个人才第一次见面呀。真爱难道不是见一次就能确定的吗？但是我们才见了一次，怎么可能认定真爱呀？你这么勉强我也是没用的呀。你要是敢辜负她的话，原来你叫莫曼，小姑娘这么野蛮不太好吧？这可是咱们学校新来的老师。对，我是老师。老师怎么了？让开。
我叫段长，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，交个朋友。来，海叔，别折磨我了，我做不动了。哎呀，洪叔，你可是我们捉妖人的后代呀！继续。哈哈哈哈！终于有了，有啊！有，妖精出现了！你看，妖精信号出现了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呀？灯都亮了！哎呀，快点准备一下，随我去捉妖！海叔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有什么妖精啊？哎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！咱们可是堂堂捉妖世家，一定要完成前辈给我们留下来的使命。来，你拿着。海哥哥，就说我不在啊，在，请进。海哥哥，小玉啊，你怎么又来了呢？海哥哥，啊，人家录音机又坏了，你帮我修修嘛。你这个，我跟你说了，我是堂堂的捉妖师啊，你老让我修些小家电，这个弄得我多没面子呢。哎呀，海哥哥，哎呀，哎呀，海哥哥，你哎，姐姐，别听他瞎说，刚才还跟我一直念叨你呢。这不，送给你的礼物。哎，不是这不是礼物，这是我那个。我很喜欢的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啊，对了，海叔还跟我说呢，他说他有一大堆的话想告诉你。哎，要不我给你们二位留个二人世界？不行！哎呀，小玉啊，海叔，海哥哥，不是小玉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是守身如玉的，我。哎呀，我才是玉嘛！哎呀，段长。文曼，帮我看看哪套好看。跟你说话呢。姐姐，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个季江宁就是你的有缘人的？因为当我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就确定他就是那个有缘人。对了，姐姐，我今天好像碰到一个捉妖师，他胸口有块玉，会刻住我的法力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可得离这些人远一点。捉妖师捉起妖精来，可是不眨眼的。知道了，我是不理他了。行，我出门了。姐姐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？想什么呢？我走了。 姐
恶妖，竟敢来人间作乱！看我捉妖师段大海今天不收了你！你别误会我，我虽是妖，但我不伤人。我来人间是寻找真爱的。呸！你个妖精到人间找什么真爱啊？啊！看我今天收了你！我本不愿伤人，你若苦苦相逼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还不客气我？这次我把你法器收了，下次可就没那么客气了。妖精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下次一定收了你！江宁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？江宁，你坐这儿来。江宁，你可以做我的爱人吗？可我们才见过一次面呢。可是，我觉得你就是我的有缘人。小妞啊，今儿我让你知道我罗列达的厉害。喂，谁让你们约我女朋友的？谁是你女朋友啊？打完这架就是。兄弟们，给我杀！金毛，跟我走吧。好啊，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。跟我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。
就我们两个。就我们两个？怎么了？我得带上我妹妹。你是说莫曼吗？对啊，莫曼跟我这么多年，如果我离开了，他一个人一定会很难过的。你不在，或许对他更好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金宝，如果你不离开，他永远不会知道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会关心他。金宝，答应我，跟我走吧。莫曼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可好吃了，来。莫曼，我想跟江宁走，他可以照顾我。那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你也可以找你的有缘人呀。你的有缘人也会照顾你的。怎么不开心啊？今天？喂，你搭理搭理我呗？怎么了？莫曼？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怕我？老大，就是他们俩，我咋成这样？他们还骂您。就他们俩，还有个女的，就把你给废了，废我一口。谁敢动他，我今天就废了你。糟糕，被克制了。刚才你说要废了我的，试试。大哥，给我追，弄死他们！不是你们杀！哎呀妈呀！小姑娘，我陪你玩玩吧。今天我弄死你！放开他！
还他妈嘴硬不？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，给我玩玩。你们给我上！好，上！摇起！喂，站住！哎喂，这不对呀！不是，你还给我干嘛呀你？兄弟，这根红绳谁给你的？哎，这根红绳谁给你的？我女朋友给我的。你女朋友？你女朋友是妖精啊！哎，这样，为了你好，给你张符，避避邪。不要！哎，还是要的。不要！你收下吧。疼吗？舒服。啊！他是我叔叔，他们都叫他海叔。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是他把我拉扯大的。他给我的感觉像爸爸。其实我就剩这么一个亲人了。我也没有父母，是由我姐姐把我养大的。萌妈，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我做你的男朋友，你做我的女朋友，这样咱们就再也不是一个人。今天谢谢你啊，我要先走了。别走，我姐姐找我还有点事情。
有妖气！江宁，江宁。 做了些什么？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我跟你过了500年，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又杀了我最重要的人。 我跟了你500年，你不信我？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就是有缘人嘛，埋了他我再给你找一个。你自从你跟他好上了，你就没有把我这个妹妹放在心上吗？还不是时时刻刻想要跟他在一起，想要离开我？这500年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？ 我警告你，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不然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妹妹。我不走，除非你杀了我。 姐姐，姐姐，莫曼，姐姐，你原谅我，我不是有意杀他的。我已经原谅你了。真的吗？罗曼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怎么在你这儿？哦，是我把你救回来的。我回来的时候看你倒在了路上，你是不是被欺负了？ 我没有家了。你姐姐呢？她不要我了。不会吧？她就那么不要我了？她一人别人走了，然后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这儿。 他就那么不要我了，他就那么不要我了。没事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我断肠就是你的家。
这鱼好烫。如果你醒来后，我沦为蛇，记得千年后来找我。醒了，吃早饭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做早餐，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胃口，尝尝看。我一会儿再吃吧。好。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以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，我都会保护你。相信我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欺负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嬷妈，嬷妈，怎么了？你不吃早饭了？我要先走了。嬷妈，嬷妈。别过来！求转虚运阵，修为就算全部给了他，也未必救得活。难道你还要为他死？我来人间，只为寻爱，为了爱，死又如何？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求你原谅我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你走吧。你走吧。阵法一旦开启，就不能再回头了。莫曼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
我只有你一个人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不要进！梦兰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进去，这个法阵一定会伤害到你的。我求求你，你跟我走吧，跟我离开这儿，行吗？梦兰，我爱你。对不起，你爱错人了。我是妖，你是人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我不管你是人还是妖，我只知道我爱你，我只爱你，我只想要你。梦曼，别进，别进！放弃了，你阻止不了这个法阵。妖精，你们故意把他骗到这儿来，你们害了我侄儿！害了我侄儿！你们害了我侄儿啊！海叔，你走吧，等着，我会回来报仇的，我会回来报仇的，我会回来报仇的。你也来啦！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谢谢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谢谢，恭喜恭喜！啊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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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。恭喜！江宁，金芒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江宁。有事？没事，都什么？
都是梦。原来是个梦啊！金毛，金毛，你真美。莫曼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做法。那我等。我的脸怎么了？我的脸怎么了？我的脸怎么了，妈妈？妈，你讨厌我现在这个样子？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断肠，去接莫曼吧。哦，是的，我知道。莫曼，莫曼。断肠，谢谢你为我的付出，但我毕竟是妖，你是人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我走了，别找我。断肠，怎么了这是？还说我没事。断肠，他走了。你看看我跟你说过什么？这个妖啊，他毕竟是妖，他只会害人，他不懂什么是爱情。我们不会的。什么不会呀？你看他把你害成什么样了？你找什么样？你找什么样？过来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！你每天戴着面具，你怎么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？你看看自己！我要去找他！断肠，回来！回来！看着我，你找回你自己，做回你自己，行不行？你已经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了，这他妈都是他害的！还说，听我一句，行不行？还记得这个是什么吗？这
这是你爸妈留给你的玉佩呀，这是咱们捉妖师最后的希望啊！只有你了。妖他妈就是妖，他压根儿不懂爱情啊！妖就是妖。你是妖，我们是人，人和妖是注定不能在一起。段长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捉妖师段长，今天就收了。段长，莫曼呢？你们这两个妖精，祸害了我侄儿不说，一会儿捉了那个小妖，扒皮抽筋，来祭奠我侄儿的脸。你这个江湖骗子，那天不就是你硬要塞给我什么符咒吗？你怎么今天还在这里？杀了他们，报你这毁容之仇！捉妖人不死，浩气长存！走。队长，没事吧？
段长，别犹豫，你可是捉妖师的后代，杀了他！段长，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妖精，可是我却爱上了你。你明明答应嫁给我的，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段长，你为什么不问问你的叔叔？孽障，这下你可跑不了了吧？你今天休想嫁给我之人！姐姐，我以为我找到了真爱，其实我错了。莫曼，来生我们不要再做妖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你知道人世间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吗？那就是爱情。我就是想体会到爱情的感觉。段长，这就是你的命，这块玉佩一定要好好守护啊！古往今来，
为了情爱而牺牲性命，触犯禁忌之事，何其多也！真叫是殊途末路，血溅星河，两情相杀，意难知。若知今朝，哪